冇機 ，Hello，第一次拍片，我冇諗過人生係會拍片。呢個係第二 take 嚟嘅。點解第一 take 用唔到呢？我發現好多嘢好甩甩咳咳之後，我發現冇啦，再拍多一次啦。咁我點解會選擇拍片呢？事緣就係我同一個香港一個朋友傾完之後，因為其實好多香港朋友係好八卦我而家喺呢邊生活係點樣啦，即係我搬咗嚟呢邊北方呢一邊，究竟係點樣呢？咁樣好好奇嘅，真係好好奇。然之後我係覆唔切啦，因為本身好多嘢搞，因為嚟到呢邊，你除咗執屋之外，仲要係要應付唔同嘅市集啦。咁我嚟緊國慶係有4場市集嘅，咁我備課要畫新嘢之後，基本上就係我好想覆大家，但係覆唔切，係啦。之後就覺得不如拍 vlog 好似記錄下自己都 OK 喎咁樣。之後我就去問我個 best friend 卓穎，係我唔理爆你個名出嚟。之後就問咗佢意見，佢就話都好喎，因為大家都開始忙咧，基本上就係雖然八卦大家生活啦，但係真係未必有咁多時間日日可以傾到電話。冇錯，係同佢日日傾電話。之後同埋時間嘅就好似有時差咁樣啦，因為我嚟咗呢邊之後咧係準時12點到1點時間就瞓嘅啦，而且香港就話凌晨2、3點仲未瞓咁樣。之後佢習慣就係我哋凌晨1點鐘傾偈，但係我好多時候就係傾下就熄咗機，係啦，我唔好意思，真係唔好意思，係啦，我就覺得咁不如我拍片啦咁樣，因為我拍片嘅初衷就係拍俾我啲八卦嘅香港朋友睇，我究竟喺呢邊嘅生活係點樣啦。即係第二樣嘢就係，因為呢邊咧就係全程係用普通話噶啦，因為北方嘛，咁我可能條片即係嚟緊 vlog 咧，唔止係得屋企噶嘛，即係唔係得留喺屋企，我再出去噶嘛，咁可能出面就係全程講普通話噶啦咁樣。咁喺呢邊生活講普通話，咁好自然就係好驚廣東話會冇咗或者係歪咗。我覺得而家我自己廣東話已經開始有少少歪咗啦，係啦，咁所以就我會用廣東話嚟拍 vlog，係啦，冇錯。咁當然啦，中間會加插啲普通話嘅，咁就係可能話同啲 friend 傾偈啊，喺出面嘅食嘢嘅時候會講到嘅普通話，咁冇辦法啦，係咪先？好，之後咧，其他時間我係會用廣東話講嘅，因為我唔希望我自己唔記得咗廣東話，係啦，因為去一個地方時間長咗嘅話咧，就會唔記得咗自己嘅母語。呢樣嘢真係好嘅，係非常之求其啦，咁就係執音係立嘅時候都開始堅持拍片啦，因為我覺得自己再唔拍咧，就應該唔會再有時間拍噶啦。點解咁講咧？個拍 vlog 嘅 idea 之後咧，呢2個星期都係忙到七彩，係。雖然話中間有拍啲好零碎嘅散嘅片啦，跟住後諗住做素材用啦，跟住後尾發現就係咁係會放喺呢條片後面嘅，係啦，咁就係啲好無聊嘅包貨嘅記錄啦咁樣，咁冇可能話攞嚟拍完整嘅 vlog 噶嘛，係咪先？所以就我再唔拍嘅話就係唔會再拍噶啦，所以就突然間開機拍片。我自己本身好中意睇明仔嘅片，香港 YouTuber 嚟嘅，咁佢嗰時有一個拍30日嘅 vlog 嘅挑戰，係啦，咁嗰時咧就係叮一下就話，我不如拍 vlog 啦，既然咁多朋友都想八卦我嘅生活，係啦，我個初心就係我拍 vlog 係俾我啲八卦我生活嘅朋友睇嘅，係啦，然之後就覺得呢個 idea 唔錯，所以就諗住就係我可能話一個星期出2至3條 vlog 嘅片，係啦，希望做得到啦，希望呢個係我呢1個月嘅挑戰啦，即係10月份嘅挑戰。見到呢條片嘅時候咧，應該係10月1號啱啱好卡喺國慶時候出嘅，係啦。咁就係下一條片咧，大概就係應該係拍我喺沈陽嘅 vlog 嘅，咁就唔係喺自己間屋。咁咧，我再下一條片希望係拍 room tour，因為應該好多人好奇究竟我用1,500蚊人民幣啊，唔係1,500蚊港紙，1,500蚊人民幣大概係1,700蚊港紙啦。咁我租咗一個800尺嘅單位，咁應該有好多人想好奇我間屋係生成點嘅樣啦，即係我自己去再執咗之後會變成點嘅樣。之後desk tour 咧就會擺翻喺我自己畫畫 channel 嗰邊嘅。咁因為 desk tour 我諗住係拍唔講嘢嘅，咁多廢話之後啦。咁呢條片咧，我唔希望呢第一條片係 over 10分鐘，係啦，我係希望可以 control 喺5至10分鐘入邊嘅。咁當然我中間啲廢話係會剪走佢啦。之後就係放我啲碎片時間啦。咁下一條片再見，拜拜。早晨，風和日麗早上，早餐9蚊嘅麵，勁多，無敵多。麵呢？麵喺度。佢話米線，但係勁似烏冬。勁似烏冬，勁粗條米線。晨早流整好咗2份 sample， 大同小異。新嘢 sample， 新嘢喺度，爭個 packing 未搞掂。然之後仲有呢度個 packing 都係冇嘅。然之後咧，琴日買咗月餅，係呢一度嘅月餅。有2種口味，超級平，10蚊2件，係人問好。今日主要係整咗2份 sample， 其實然後同埋整咗4張，甩咗，希望到時候出攤嘅時候冇甩。其實唔係超好運，喊出嚟。